根据了解，漳市就是率先全国第一个用动画推动国小认证跨地教育的社区。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进一步要邀请在地铁基路边创作体巡回校园，甲学生面对面互动宣传。不过现在只好改成影片来播送，将诚信品质、环岛环婚等议题，拢用于动画故事的剧本，无形当中来教育咱后一代。童话学院的宗旨就是在培养诚实的学生，不自私，不贪心，要诚实。所以我会挑选特别珍贵稀少的宝物作为拍卖会的亮点进行拍卖。那会不会有学生经不起诱惑而窃占宝物呢？那这样子他就要被扣诚实分数500分。学习期间这少年的可塑性是最大的。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的教育来让这个学童提早的接触到这些诚信的这些观念能够诚实未来才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社会的动员。原来我们是要采取这个现场剧团的表演这样会能够互动的方式会比较热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采取变通的方式就是改成拍影片分散到各学校，由各学校里面再安排时间让学生观赏。我想这样的效果会比原来的这个剧团的方式影响更大。首报记者会中，除了主办单位漳市政府政风处，包括合办的大堂、中油以及法务部认证署，嘛拢出席来关心。有兴趣的家长，买当先带小朋友上政风处的 YouTube 频道来观赏，相信将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新闻阮吉采访报道。